来算起来讲，要过上很多年，来讲来有46年的50年的时间，全部都没背。所以我妈就啊，我影响他的生意，就讲啊，你呢，我做研究前提的啦。所以我出国，就讲出国很多年，2摆出国啊，第一摆是出国读书，第一摆是出来做事情。因为佢唔盼嚟讲，我哋就来很多年，出世到今年做11年，都不卡代替，其他就冇都不卡代。1991年，1996年啦，做我爸爸过身几年，啊，都考到公费留学，来德国，但是我喺度冇去啦，因为我爸爸过身，延期2年以后呢，刚出国，我哋公司嘅局长就讲啊，我派你去工作啦，你唔是走去留学，唔是读很多呀，做地上做工作咪亲朋友啊，啊，我种做调去德国，做台湾调到德国去法兰克福。喺96年嘅下呢，公司嗰數起來咧，就會搬轉台灣。我當然公司喺我轉去，所以我喺度轉台灣。但是呢，生意呢就想我留到德國，所以我太太就講更先轉去，我係土地生意呢。啊，我轉台灣以後呢，我咪想起啊，一個家庭分開咪親母，因為我親母係講生意從細呢最起冇背，我自家做一隻利益。我生意都是離開不開，所以我親母講生意按做都離開不開。我做嚟希望講唔會咁樣嘅情形發生，所以我3年以後我又來德國啦。出國以後呢，做經常特別細嘅事情。我6年前畢業嘛，4年前畢業，做離開福卡去到花蓮讀書。花蓮離水面差不多66公里地，沒遠啊。但是福卡沒有錢啊，所以大概也做福卡100。所以我媽媽特別我離開嘅。我媽做。因为准备不碍事。所以我特别给他4點鐘要20分，最難過嘅事。我做親唔先講人，大家叫我帶。我因為從細就冇被帶就。咁我就講啊，也係命做出國的命啦，唔做係離開福卡的命啦。